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晶，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25日公视台语台一报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国内加强已经有235个武汉肺炎的病例，感染科医师分析讲，后面的病毒可能已经变款，传染的日头才会接尾。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日本已经决定要将东京奥运的期间搁延一冬，上望明年热人办决赛。台经院调查证实，2月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拢有较歹。佮讲疫情平静，景气要复原，尚无嘛要到3个月过。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又搁新增加19个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若伫咧国内为着病人数是无搁增加，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我们要公布的有19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没有本土的个案，是7男12女，年龄介于10岁到60多岁，那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了。在机场就采检拦截的有7位，那居家检疫的有10位，居家隔离的有1位，那自己去自行去就医的是有1位。指挥中心这边是具体建议从今天开始，然后室内超过100个人以上，室外超过500个人以上的这个公众集会活动，我们是建议要停办，然后来减低这个社区感染的风险。咱国内到今计共有235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尤其近来按国外带病入境的患者增加真侪。感染专科医师嘛分析讲，欧洲、美国迄边的病毒可能已经有变款。传染的日头量比是愈尾，嘛有医师伫咧建议讲，飞行机顶头若有旅客致病，上介好是规只飞行机顶的人员拢得验病毒，安尼防疫的工作才做会十全。伫咧最近有真侪国人自欧美返来，而且2天内境外一日的确诊个案，45人内面就17个人去过美国，比例是到3%7%。国内专家推测，欧美的病毒可能出现变异。有可能比当初武汉的病毒也更加毒，传染力更加强。它就是要突变成传得更快，然后病可能会稍微严重一点。它的目的是要增加它的子代病毒，就把它的病毒的在这个世界上的量呢越来越多。这个是一个所有生命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病毒会往高传染力强，这是合理的。伫进前确诊的案213是进前西班牙起考群组留学生之一，这件群组已经有4个人确诊。验过正卡合的是，按213伫咧转来时阵，竟然甲有14个人确诊的土耳其旅游团是坐同一台班机。有医生认为飞机是封闭的空间，飞的时间过长，这卖做法，这个对坐伫咧前后2摆接触者采检恐惊无够，建议全飞机的人拢采检，或者是前后3摆采检较保险。我们飞机这种地方，它发生传染的时机可能并不是单纯的飞沫传染。它也有可能发生接触传染，接触传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距离的限制了。另外，根据卫生部的统计，伫最近14天内入境或者是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因为呼吸道疾病去看医生的人有超过3000人，并且有300多人得到肺炎。比外界质疑，有一寡旅客伫咧国外就已经发病，抑搁坐飞机返来。对此，疫情指挥中心强调，民众只要伫咧机场有确实通报，就袂被罚；如果若是安全无报，就被罚1万到15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华航和中营拢有争取讲，航空公司的人员出国返来唔免经过在家检疫14天，只要排班让5天就好。不过昨就发生有华航驶货机的技术致病，当道立委伫咧调华航讲，敢有照约束让工排班？另外嘛有立委咧质问中营，深受暗砍人员致病的消息，两边公司当嘛拢有回答详细。华航有2位货机的技师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2位质疑怎么传讲有几多位基站的技师问主管是毋是有人确诊，却得袂到答案。要机长提出班表，讲机组员免受14天隔离检疫的配套措施，是排班要让5天。因故伊的当天班表，另外这个人让1天。读者提供的机师班表显示，3月的机师班表相隔只有1天，所以如果这是属实，那代表是说我们华航内部的管理没有照着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走。我不敢讲这是真新闻假新闻啊。那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做一个回应啊。技术的排班敢无遵守指挥中心的规定？华航讲爱搁再了解。华航强调并无安全。
有被抗议的就是接触者，无被通知的就是无代志。盐湖拜三又团讲，被长汀航线机师出现症状，交通部长已经要求华航交报告，了解航机是不是有浪碰。我们这边已经请华航再了解一下这2位他到底过去在外站的时候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哈？他们现在也在拟一个报告回来。那我们当然会就是否有这个漏洞的地方哈，会再了解，如果有的话会赶快来弥补。立法委员柯显智也提出感谢，讲有长经的空服员受到公司通知，讲因为有造员确诊，被要求居家隔离。对此，同市空服员这家工会讲，有向长经问过，公司只跟他讲有收到造员疑似确诊的通报，所以就先将严隔离有相关接触史的造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飞行机，3月初10深更，2只飞机按武汉载361个台湾人回来，到当隔开观察14天到，众人缩北解离，拢会当自由行搭了。有几落民众是拢特别讲到要感谢医护人员的用心照顾，是讲伊原调伫咧武汉的台湾人大约还佫有600个，因众人嘛拢望咱的政府会当赶紧安排第3批的专机，甲因带回来。等真久，25号早接到解除隔离的亲人的车，一个离开南口、桃园，或者是宜兰顶山的隔离所，其他无家属接送的，是分配由游览车载走去车站。第3月初11对武汉包机登来台湾的台湾人，经过14天隔离，总算出关登去厝的。他们是废寝忘食啊，医护人员真的，我看到真的很感动，真的。不好意思，谢了。我是一名滞留在湖北的小学生，感谢政府包机，让我平安的回到温暖的台湾。用手写批甲画图，表达对这段期间互因照顾的人上辛苦的感谢。不离过目前，500个有还未回来的台湾人，其中包括152个囡仔甲学生，阁有6个有新的护林人。他们的日子肯定是过得不是很好。那首先，孕妇不能产检，小朋友也不能上学，和家人团聚。那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把他们接回来。是不是可以再一趟包机2架飞机，比照之前第2次包机的模式，1架华航，1架东航，这样可以接回400多人，那基本上大概差不多一半就回来。市政府表示，目前阁留伫500个台湾人，拢赞成先包机登来台湾，才取消武汉的台商自己管制。按过即马官方意见无同，所以嘛唔知影要安怎。但部长讲，武汉解封，我会当解除驻机，会当登去台湾。所以就讲，阮全部都用包机登去。阮实在唔知影要安怎较好。第3批包机目前看起来还未确定的日期，市政府提出详细的统计名单，表示目前剩下差不多600个台湾人，有部分民众有真赶紧登来台湾的需求，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推动第3批包机给返台作业。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美国这边病情咧团的情形真严重，连名叫罗斯福号这只派过来太平洋的航空母舰顶头，都有3海军验出致病。同美国目前已经有超过54000个病例，致病过往的超过700个。上界严重的纽约这州州长就讲，病例3天就加1倍，袂输高铁的列车遐尼紧。嘛望讲美国中央的联邦政府都要加强援助。Seeing is that the rate of cases, the rate of new infections, is doubling about every 3 days. We're now looking at a bullet train. 病例增加速度已经紧甲亲像清洁列车。纽约州州长古莫伫当地时间2日向联邦政府发声加强援助，强调州内状况已经比加州、华盛顿州严重10倍。伊嘛指出，疫情的高峰期比原本预计5月份更较早，会24天至21天以来出现。纽约疫情恶化，真侪民众拢离开，烦恼讲病毒会扩散。毕竟24号要去过纽约的民众，应该要自主隔离14天。Everybody who was in New York should be self-quarantining for the next 14 days to ensure that the virus doesn't spread to others. 当地时间27天，全美累计病例已经超过54000例，超有6成是对纽约州来的，总死亡人数超过700人，超有3成嘛是对纽约州来的。
CNN 阁指出，全美过去一天新增加160个人死亡，是美国目前为止死亡人数上济的一天。同一天嘛出现第一件还未满18岁青少年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百老汇真有名的剧作家，去年得到当年奖终身成就奖的麦克奈利，日前嘛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另外，疫情嘛拖到军南去，美军日时通报部署伫咧太平洋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有3个海军感染，目前已经隔离而且落船。疫情继续伫咧军甲，美国总统川普却表示，要拼伫咧4月12个偌济进程来开工。Ultimately, the goal is to ease the guidelines and open things up to very large sections of our country as we near the end of our historic battle with the invisible enemy. It'll go on for a while, but we win. We'll win. I said earlier today that I hope we can do this by Easter. 川普强调讲，防疫甲经济爱达到平衡，美国袂当继续关起来，若无民众会失业，国家会去互毁掉。目前全美有超过1亿人袂当出外，10万的企业停困，8万的人失业。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3月24日，法国国家240个国民救无起来，到当致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意大利这边搁加743个死亡的患者，政府嘛下令民众若搁大司机出外行搭，都会重罚金。搁有西班牙遮因为致病过往的人伤济，竟然将出殡场设落去做临时的殡仪馆。俄罗斯当时加到10万支监视器，要掌握遐个要隔离的人的行踪。法国东部科尔尼蒙这间老大人照护中心怀疑有群组感染，老大人的死亡人数千悬，目前已经知影5个人身躯顶有新冠病毒。Par mois, on comptabilise habituellement 4-5 décès. En 15 jours, 3 semaines, là, on est à 21 décès. Et on déplore également encore une personne hospitalisée au SHED. On ne peut pas affecter tous ces décès forcément à l'infection Covid. 法国的疫情严重，时时风声林咧要1个月，官方打算扩大封锁。Je parle bien d'une estimation parce que si vous posez la question à tous les membres du conseil scientifique, personne n'est capable de vous dire avec précision. 意大利20日的死亡人数甲前一天比起来加8.2%，不过官方表示封锁的效果已经有出来，感染率变慢。全国封锁原本是4到2个，即卖延长。另外，官方强调严格禁止凊彩出门，违反规定的人会重罚400到3000欧元，等于是台票1300到900。西班牙确诊的人数目前全球排第4，死亡的人数得要3000例。中大疫区马德里不治的病患挤逼太平间，历史政府停用附近的一座复合式出殡场，在业者的同意之下改做临时殡仪馆。西班牙医疗资源严重不够，前线医护嘛得要挡袂牢，认为短时间内无法度把疫情控制条例，互人真烦恼。俄罗斯为着掌控疫情，按10万支摄影机监控网络，用人民辨识系统针对隔离者监控。俄罗斯并不是目前唯一一个利用高科技对抗疫情的国家，台湾甲南韩正就有使用监视器、手机定位系统等来追踪隔离者。记者综合报道。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主办奥运的日本这国互相打合好势，决定要将2020东京奥运的期间搁延一冬，上班伫咧明年热人办决赛。这是奥运历史上头一摆无照本地按算的期间举办。但有经济学者咧估计讲，这回日本损失上无会超过6000亿个日票。2020东京奥运嘅拍分真正延期。We have to postpone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okyo 2020 to the year 2021 with the aim to have it there at the latest in summertime 21. 国际奥委会 IOC 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暗时通电话讨论了后，发布延期声明。早18号表示，为了运动员甲民众健康，才做出延期1年决定。按那2020东京奥运的名会保留，安倍指出会甲 IOC 保持联络，负主办国家责任。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打ち勝った証として、完全な形で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を開催するために。IOC バッハ会長と緊密に連携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を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当然費用がかかります。でそういうものがそれぞれどのぐらいかというのはもう全くまだ我々数字を持ち合わせていません。いわんやその数字を誰が負担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からの検討課題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这是奥运124年来第一摆因为疫情延后举办。东奥执委会表示，延期虽遗憾，按个保护运动员、筹备者甲参与者，安那造成偌济损失，佮会评估
经济学家估算，延期后日本经济上无损失超过6000亿日币，差不多新台币1700亿。对门票敢当退换，条例新闻不用奥委会签订的相关契约报道，门票可能无得退换。按个日本奥委会否认，表示合约内条款甲条件，无表示门票袂当退票。批评报道无正确。记者综合报道。2020东京奥运无奈就要延期。教育部体育署的高俊雄署长当时讲，过来甲选手分组已经摕到参加奥运的资格，甲未摕到资格的项目两边落去继续训练。高署长嘛讲，目前一寡选手听到要延期，心肝头是有复杂的变化。体育署这边也斟酌加强因心理上的支持甲辅导。东京奥运然后举行，全世界拢爱调整营运。体育署长高俊雄指出，到即马为止，台湾伫咧10个运动项目摕到32席参赛资格，即寡选手无受影响，也未摕到资格的，爱看国际单项协会的规划来备战。甚至团体里面，国内已经有经过一定的机制程序，确定是谁来代表这个团体参加的运动员，这些也不应该要改变。那除非选手个人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在之后的情况。奥运然后对每一个国家的运动好手嘛是一个挑战，因为原本预期今年7月状况是调到上好，即马又爱重新来调整计划，尤其年岁较大的选手恐惊无较好。高俊雄讲，甲几落位选手开讲，普遍反映心情淡薄仔复杂甲不安。是会觉得有点可惜，要再等一段时间，或者说好在又有多一段时间让我准备。他们都真的是确实处在不安、不确定的焦虑状态，只是大家程度不太一样那对我们选手来讲，因为我们大致上刚好也在24、25岁当中更成熟。饶志凯他的鞍马项目，英国那个已经28岁，所以他在隔年对他不是优势。备战奥运的信心无要改变，却难免受冲击。体育署表示会加强心理辅导。另外，因为疫情愈来愈无好，嘛宣布全中运、全台运、新疆运评估了后，确定延期举行。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倒转来关心六都的消息，早起新北市侯友宜市长讲，要顶动着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这部法律，照实落去演习，若发生社区感染，要安怎样清点资源，搁有管制道路甲人员。不过台北市郭文体市长说讲，若实施这款实际演习是会引人惊吓，不如伫咧岛面小演习一个就好。可另外，郭市长也有宣布，台北市要替企业消除困难一寡办法。面对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数一直咧升悬，强调超前部署的新北市长侯友宜，25车副秘书长刘浩然调集各局处，甲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2年一遍的演练，用伫社区感染演习顶悬，包括资源的盘点、道路的限制、人流的管制、事先规划，嘛互看做是要替风险提早做准备。如果真的来了，有一天需要做到更严格的管控，我们就随时可以启动，因为我相信中央一预告，也许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就要全部上岗，全部做好资源体系，进到新北市，进到台北市，甚至桃园市。侯友宜强调，为着要救性命，牺牲部分的活动是有价值的。新北市爱随时做好下当启动的准备。不过，二日就要进行双北论坛讨论防疫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认为，即马实施实兵演练可能会引起受大的惊吓。主张伫岛仔顶演习为主，提早部署、提早几步仔就好，唔通超过伤济。因为要封城的时候，如果要到这种程度，它这个大部分的权限不在地方，所以我们大概最多是桌上演习这样，那细节还是需要跟中央讨论。所以这样来计划我们会先拟的实兵演习有时候引起太大的这种怎么讲，大家恐慌了。郭文哲认为，目前的病例增加也是由境外移入为主，国民防疫的观念好，疫情有长，能量唔通一笔用甲了。郭文哲嘛宣布，台北市短期纾困措施，包括营业用水全面减价15%，营业税减少到15%，会当延续12个月，甲补贴优势减租等6项，替受到疫情冲击的经济活动做短期的补货。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台南市有一个留学生倒转来国内时，海关甲伊讲地方政府会喊伊接合。结果伊伫厝内检疫到当第5天，煞拢无人来探问。民意代表一个调查落去，才发觉市政府这边根本就无接到资料。黄伟哲市长当时讲，中央地方无相见怪，
众人拢伫咧要紧带动病情摊开。台南市政府嘛开始连续3天，踮永华市政中心遮实施防疫的演练。今日去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除了爱磅体温以外，民众要办代志，嘛方集中伫1楼的大厅。要就楼爱有开会通知等等的证明文件，为着要防止武汉肺炎的威胁，台南市政府连续3天伫永华市政中心进行模拟演练，用实名登记。还蛮顺畅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用的人力也很多啦，所以就觉得都没有 delay， 然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这样子会。就没有让大家上去那栋大楼了，全部人都在楼下，还比较安全。台南市长黄伟德强调，防疫期间政府机关袂当无要无紧，面对随时的疫情变化，市府提早部署，正式实施的日子会看疫情的状况来决定。不过虽然中央地方全力防疫，不过按两卡摆嘛是有芳。台南一个留学生回来台湾已经居家检疫5天，但是煞完全无相关单位来关心，烦恼若是有其他案例拍走，会出现防疫的空芳。到家这1-2天，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也会跟他联络。对。但是他20号到昨天，根本都我们自己也去找，都找不到资料。经过查了之后，才了解到说，是因为中央可能没有把这个资料各资汇整到地方政府，所以导致没有人去关怀他。但是我们也非常谢谢他的配合。黄伟德表示，防疫期间地方政府袂怪任何相关单位，同时嘛感谢民众家己有防疫的观念。随后会请卫生局开居家检疫的通知单，保障停输了后见动关怀。记者综合报道。顶日行政院提出600亿的预算，要替各行各业消透困难。昨昏佫继续公布第2波办法，包含开放民众来申请按税金，上计会当延1档。若要分期3档来清缴就好，佫有1000万以内自提贷款，公股银行的利息会降0.5%，嘛通互民众按6个月才来纳。佫有较弱势国民要现金补贴的办法。有关公股行库贷款的利息在减码的这个部分呢，是由公股行库来配合，就这个自用住宅在额度1000万元以下的部分再降1码，变成2码。期限是6个月。那1000万以下房贷降是2倍，另外信用卡、车贷甲信贷则是降是3倍，还款期限拢放宽到半年。不过这拢是针对公股行库、民行库部分，尽管会表示各地沟通。另外5月份就要报税行政院第2波纾困方案嘛提出，若是民众因为疫情影响纳税有困难，会当申请延后1年。若是改用分期纳，这是3年内纳不了。另外，可以主动提早退税。退税的部分，那基本上财政部它会自动的，而且提前的把这些税务呢退还给民众。那弱势家庭同款有补助，针对老大人、儿童、新长者，每人有1500块，增加3个月。疫情造成外汇市场波动，央行强调，若是短期发生大资金的单方向进出，会出手调解，没有惊吓情形发生，以持汇率稳定。中小企业关心的水电加纳税补助，20公斤纳税桶每日桶上100块，电费部分服务企业甲中小企业减少10%，各个月上最减1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已经警告讲，这边的灾厄造成世界经济退步，上无会和金融风暴迄阵同款严重。台湾经济研究院嘛公布调查，正是2月制造业、服务业佮营建业拢有较歹。佮讲参考 SARS 迄阵的变化，就算疫情平静，景气要复原，上无嘛得要3个月过。经济体质到底会难甲伫当时，有影是真歹料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加世界银行拢预测，武汉肺炎疫情将会造成今年全世界经济拢衰退，甚至预测今年世界经济成长率会比去年2.9%较低。比较2003年SARS期间。迄当阵，台湾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经济复苏是开3个月。但经验预测，武汉肺炎疫情结束了，国内经济复苏恐怕会开一段时间。SARS 让整个空运业影响减少了35%，再花了3个月才爬回原状。MERS 的时候也差不多，掉下来的时候1个月，爬回去3个月。当疫情结束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马上变好，它要花2到3个月，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敢坐飞机，不敢观光旅游。每一个国际预测机构拢下修今年全世界经济成长率，拢看败全世界经济。
台经院公布2月景气气候测验点，发现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拢是公布下半，而且拢看歹未来半年的景气。国加上这么油价大半，外界担心会引起通货紧缩。台湾今年可能比去年差，也许差很多。台湾相对来讲，进出口一定受到影响。那现在就是希望，就是在政府的600亿加400亿，加上昨天的纾困2.0，这个基本上都是救济，让它维持基本的消费能力。台经院分析，政府为了要救经济，央行降息一码，甚至是数部净利透过银行专栏融资。释出2000亿纾困额度，要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另外，台水、台电也提供水电加价税降价方案，总共让利将近55亿。短期的纾困成就类似，稳调国内经济，不过经济当时的复苏恐惊是正歹有笑。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经济部有讲要开放一寡制造业甲服务业，那因为受到这边疫情的牵连，到明年6月进前，劳工会当唔免限制做7天休1天，佮加班也会当超过12点钟。不过立法委员王婉如当时指出讲，就连泡面甲罐头的工厂，劳动部当嘛认定讲会当开放加班。在伊咧看，无非这条法律已经变作是压迫劳工的霸王条款了。最正月初2甲初啊，45天，24小时拢无休困。翠岩工厂真正是伫咧赶工课，要拼全台湾一天1300万的翠岩的产量。不过生产线的员工是真忝退。顶日有业者指出，公司的员工已经有45天无休困。最近经济部问劳动部，符合纾困进行办法所定的产业，敢会当放宽劳基法规范的工时？劳动部回应，符合天灾、事变等等的突发情形，都会当放宽。如果这个产业有需要的话，那它是可以在加班工时上面有弹性那在国定假日或者例假休假部分是可以来放宽，之后也要给它补休。对纾困进行办法第3条来看，批准放零工时的对象包括制作业、服务业、甲其他经过主管机关认定的产业，而且平均的营业额爱减少15%以上。即马劳动部解说，重大传染病属于事变。拄仔讲到的产业，为今年的1月15到明年的6月，若有需要，就会当下用劳基法第40条，唔免7天就休1天，而且逐工的工时会当超过12点钟，逐个月加班的工时会当超过46点钟。不过嘛，互立委质疑讲，这根本就是霸王条款。刚才提到说泡面和罐头工厂，劳动部也认为适用。那如果真的是因为在比如说大家已经开始有居住限制或居住隔离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要加班提供这样物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现在因为扩大到一年半，那意思是说，我今年后半年假设疫情已经舒缓的情况下，我泡面工厂我还是希望员工一直来加班，这样也适用，这就非常的不合理啊，这就会沦落所谓的霸王条款。也若是减班休困的统计，到24时为止，通报的企业有164间，劳工4808个人，人数创下5年的新高。安心就业计划按算2785的公告，劳工到时会当申请无薪假的补贴。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继续来关心劳工的问题。屏东恒春才有一间饭店去员工检举讲，无照规定办理遣散，甚至个人互公司要求强制休假，甲伫咧离职的时候扣薪水。公司是拢热队因为病情咧喘，才会来裁员。但屏东管理劳工处是讲已经有开始调查，若遣散无照规定者，拢会照起工处分甲告。洪竹垦的员工提出同意书，检举屏东恒春一间饭店，当天互伊签名，就叫伊唔免搁去上班，薪水算到3月底。但其实检举人做2天，竹垦预告要有20天的工资，饭店煞只有互伊8天。我的年资的话，预告天数是20天然后我有6天的磨指假，剩下的年假就直接卡不掉，直接就这样直接不用上班了这样。检举人表示，为员工曾经向强制保休，嘛因此伫咧竹垦结算的时互扣钱。饭店已受到疫情冲击，无依规定竹垦将近10个人。如果说在之前的预告的部分不足的部分公司必须要补足这部分的一些补偿的费用，那是以每天的日薪去计算。屏东劳工处强调，饭店业者原本提报竹垦58个人，最后回报的人数只有7个人，人数较有合规定竹垦无会进行调查。面对检举，饭店业者无愿意回应。不过政府已经提出纾困方案。恒春半岛其他的观光业者讲，大型饭店恐行较困难。小型民宿业者还可以啦，那如果大型的话，恐怕因为员工比较多嘛。
然后开支会很大。不过，赖安厝嘛表示，屏东县内目前只有2间观光业者申请减班休困，业者同齐的乡村报道反对，阁无人提出，希望有经营困难的人向赖安厝求助。记者吴家川、郭建顺屏东报道。讲到时机接歹，大家头壳拢摸咧烧。新竹市政府当为着要替产业消透近来的困难，已经公布3+5的办法，这内底就是有5项带动景气的方案，包含讲公有市场的单位租金会减5成。还有旅馆甲民宿业者房屋税会减，水电加水会斗补贴等等。市府佫讲有要分6000张票面500块的消费券，通好带动市民肯出门消费。来市场买物件民众是减真济，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真济店头生意拢落要几啊成。为着斗相共这寡辛苦的店头，新竹市按算甲所有公有市场的单位减免5成，总共2个月，预计总共有1000个单位会当享受这项优待。差很多，你们现在都空空的，在这边差很多。差很多哦，所以你觉得这减免5成够吗？减免5成哦，那不无少补啊。这个是越低当然是越好，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量。所以你也觉得不错了？不错了，有这种方式是很好的。除了租金减免以外，针对旅馆业的部分，毛煞减免房屋税、水电加水费。而且佮规划，若是在住新竹市的旅馆，得当领500块的消费券，刺激在地的经济。针对这2个月的疫情影响，饭店整体的住房率下降了5到6成左右的住房率。那目前我们正面的观看新竹市政府即将推出的纾困专案。那目前推出的消费券的话，我们也希望新竹市能够因为这次的政策，那整体带动新竹市整体的消费动向。振兴商机的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再发6000张500块的消费券，这个总预算大概是框列了300万。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既然不能去国外，就来我们新竹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各产业，除了中央3个纾困方案以外，部分地方政府嘛有削减税、发消费券等等的振兴经济方案，就是希望讲会当协助业者渡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变化，这阵啊负压力的隔离病房是愈来愈有需要。咱来看中部的勤力科技大学，它就有教授设计出自然空调机，会当创造室内负压力的环境，本钱消磨阁真轻。但是已经有要点授团便宜者来运用，按算4月初就会当完工了。使用的时候还可以让你的能源更节省。或者当地解说转挂去自然空调机，甲郑秀平一般市面上1块空调设备真无共款，伊是利用水分子的压力差，还有特别的进气排气气流分隔，会当甲空间调整做正压、负压的环境。你就类似像窗型冷气机一样，把它装设到这里面来，那它就可以自菌，把我们里面的环境把它清净干净，而且费用可以差不多在50万以内就可以全部的处理掉。会当甲空间改造做负压环境，配合进气、排气、气流系统分隔，还有灭菌消毒的功能，就会当有效避免空气当中的交叉感染。而且空调能源甲费用上无拢会当降低2成以上。这项技术目前已经甲秀团便宜合作，投入去微负压检疫站甲负压病房的设计。一般的成本大概是300到500万中间，预计是做一间负压的病房在 ICU 里面，一般货柜屋它可能就是冷气加上抽风机。那它的用电量跟它的很大，然后它的空气也会比较不新鲜。那用这个机器，它就是一次可以达到冷气跟这个新鲜进气的这个功能。医疗机构会当设微负压检疫站，会当转换空间内底的空气，提高医护人员甲病患的安全性。秀团便宜的工程超4月初就会完工。而且相关技术希望会当用伫咧防疫旅馆、甲社区防疫中心等等的项目，到3共更较侪单位来创造室内隔离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咱搁再关心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目前家己一个人咧住的老大人是愈来愈多，上烦恼就是这时代伫厝内有辛苦病痛，煞无人知。屏东县政府近来开始运用一套紧急救援系统，安尼就通有专门的人员甲老大人问安。县政府嘛望讲用会到的老大人，拢通申请去到这组系统保平安。现代社会真侪时势拢出外做工课，无敢是大人大做伙，所以有愈来愈侪老大人一个人带。若是老大人伫厝里跋倒，也是艰苦，拢无人知。
屏东县府就推出一套紧急救援系统，委托屏东基督教病院定时甲老大人问好，嘛伫阿公阿嬷有需要的时，赶紧来到三工。啊，伊要来处理？啊，伊就叫人来处理啊。足紧的。足紧的吼。无资料无，资料我排了。阿公阿嬷按棍仔挂即条破链，会当紧急救助，随时挂伫身躯顶，若有状况随意落，就会当赶紧通知人来到三工。基督教病院你好，林静燕阿嬷你好。哦，小姐你好。阿嬷有爱阮做啥物服务无？这套紧急救援系统主要有一台主机放伫厝内，平常时老大人会来移报平安，安尼受理中心就会知影老大人无啥物特殊的状况。若是老大人袂记日来语，受理中心就会敲电话去处理，确认老大人的安全。紧急救援系统它主要是独居长辈独自一个人在家，有一个报平安的系统，也可以在紧急的状况协助叫救护车、通知亲友。根据屏东县府统计，到2019年6月份为止，县内家己大的老大人差不多有2800人，占屏东总老年人口数2.1%。算起来，大约100个人都有2个老大人是家己大。但是目前有按紧急救援系统的老大人，敢若166人。欢迎有需要的老大人拢来申请，希望提供这个家己大的老大人有更较安全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2015年，中国钢铁手下的中粮钢铁公司去互环保署查到讲，实际生产出来废弃物超过政府核准的总量有25万吨遮济。啊，不过迄当阵台中市环保局的环评煞嘛因准因通过。环保团体当时咧怀疑讲环保局有暗槓，也来提出行政诉讼。早起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讲，环评的结果确实有失误，台中市环保局败诉。台中高等行政法院25号针对中粮钢铁废弃物超量环评行政诉讼案进行宣判，判决结果，台中市环保局败诉。中粮钢铁必须要重新提交废弃物超量的环评审查。环保团体认为，这个宣判对台湾的环境保护意义重大。法院认定说，环保局的这个环评审查是违法，可以撤销。所以目前的结果就是，这个还要静候这个台中市环保局是否上诉。当初它的废弃物因为过量，所以在环保署在做稽查的时候，被稽查到，所以才会有这个做环评的这个发生哦。那但是当时呢，整个环评程序呢是采用3种环评程序当中最简易的一种，就是变更内容对照表。环团表示，根据环保署记载数据，中粮钢铁制成所产生的废弃物已经远远超过环评法规定的10%。依法应该停止环评，也是反差分析。但是率以变更内容对照表，就轻易通过环评审查。台中市环保局无尽监督把关的责任，即马判决出来，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会重新检视中粮钢铁环评案。针对中龙还有中联炉石，到底他们这些堆在台中港的炉石能不能有去处？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议题。也许3年前我们在审这个环评案的时候，它是有去处，是一个产品。可是3年来，它一直没有去处，没有销路，那它还是不是产品，就值得大家一起来关心。不过，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会等收到判决书以后，再再研究是不是提出上诉。不过，环团认为中粮钢铁是台中第2大空污固定污染源，环评本来就应该更加谨慎。这个判决是否合理？台中市环保局应该依法行政，无应该再提出上诉。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讲，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这个团体整理出去年环保署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律去处分的记录，要查明到底是倒一寡企业污染空气上介严重。早起因也特别颁发环境金牌奖，公布讲照因咧掠罚金上介悬的是3英企业，啊那罚款上介济摆是中油公司。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第2年公布空污排放大户，依照环保署2019年违反空污的裁罚记录，有4间获颁发环境金牌奖，其中台中复合包材生产商3英企业，获裁罚累积上悬的金额达到2010万。另外，台泥集团下骹的信昌化工，甲台塑集团连续2年入选，中油是获裁罚上济届，达到55届。
作为一家国营事业，你没有办法带头去做好一些污染的管制。那每次都是出现一个问题，被裁罚一次之后，你才去做一次的改善。立明指出，中油常常是设备元件漏写、设备无正常等等的问题防裁罚，不过罚金无悬，显示出中油罚袂惊。款团嘛整理将近10年，中油有358件空污违规。台塑有374件，去年统计石化业的裁罚案件，就占将近1/4，研判甲国内石化厂伤过老旧有关系。这些有钱的集团呢，这些大老板呢，其实绝对是有经济能力，也有条件去做好这一些工厂设备的汰换跟改善。好，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老板呢，真的要替员工好好的着想哦，也要替周围的居民好好着想。立明认为，要降低石化业的空污危害，政府应该全面清查甲盘点老旧的石化厂，汰换旧的设备甲管线。嘛强调，石化业长期受到政府补贴，但环境甲公安的表现不如预期。呼吁政府应该公开租税优惠的名单，和受补贴的企业接受公众的监督。记者林明曾志成台北报道。咱嘛，搁来关心分家南的环境问题。来讲分林水那遮清明前后，正就是黄金密报咧生团的期间。啊，毋过民众即阵啊，煞较毋敢来即间黄金密报馆参观。动物保护团体就咧烦恼讲，目前时啊无证实即摆病情甲密报确实有牵连。民众若因为了解无详细，煞去破坏密报咧休的所在，这是会影响到大自然的生态，造成密报保育的危机。来到云林水南乡的黄金密报馆，当年清明的时阵是台湾黄金密报生团繁殖的时期，常常吸引真侪民众来欣赏。不过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户外教学取消，嘛，予旅客的人数减一半以上。就是在蝙蝠保育上，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像我们最近1、2月份的一些入馆的人数呢，就是有比以往大概减少了1半左右。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一波疫情所引起的。那未来几个月会后续会不会再继续更加的一些严峻的？黄金密报馆的馆长张兴嘉就讲，参观的人数变较少，会当避免干扰密报。不过有一寡民众因为看到真侪信息，讲密报可能是新冠病毒的病源，煞去破坏密报生活的所在，恐惊会让密报保育的工课出现严重的危机。看到蝙蝠就是格杀勿论。那我们曾经也有看过一些学校或是一些团体在家里或是在他们所在的区域发现蝙蝠。那因为在报道之下，并没有去厘清所有的状况之下，他们就把整棵树锯掉，然后把这些蝙蝠干扰。因为研究了，现在还是没有直接证实说这样的一个蝙蝠的粪便也好，或者是它的会直接造成人类去感染冠状病毒。那在我们还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如果就去破坏了蝙蝠的栖所，或者直接对蝙蝠造成伤害的话，其实最后影响到还是我们的生活啦哈。嘉义大学的教授刘建南表示，密报伫咧生态系扮演真重要的角色，逐工会当食千外只的蠓虫啊。若是因为无了解，煞去破坏因生活的所在，伤害到密报，恐惊会影响到亚这农作物害虫的问题。呼吁民众伫防疫期间会当避免接触密报，不过嘛唔通去破坏因生活的所在，才袂互密报的保育出现严重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正月尾伫咧台南市客家湿地生态园区遮，有发生一寡乌面腊飞，因为感染着肉毒杆菌中毒的事件。这中间有一只染病的鸟只，就是交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治疗到呾9月月，总也已经完全。但众人就把这只乌面腊飞放转去大自然，望伊自由生活。众人来到客家湿地，甲人啊开开，一只乌面腊飞豆豆行出来，甲石果天后开，飞去空中，转去大自然生活。听小鸟的人数拢欢喜甲拍婆啊！今年正月尾，这只乌面腊飞倒伫客家湿地强卖无开始，互生态保育学会的志工发现，随通报地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甲伊送去动物病院救治。经过医生诊断，认定是因为肉毒杆菌来中毒。下去的时候还好，就是他有在岸上呢，邱景威在岸上指挥我，朝向哪个方向。如果没有人指挥，一个人下去，其实也找不到他。虽然我们特生中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医疗设施，但是一定要有现场在地的工作人员来努力，大家一起合作才有办法。
但经过病院专业的治疗甲志工周记的照顾，这只黑面腊龟身体已经完全顺利倒转去大自然。台南市长黄伟德感谢人员的拍拼。一出来根本就不用走了，直接从笼子里一步就飞出来了。它健康状况非常好，根本就不用助跑哈。所以很感谢特生中心的协助，也感谢台南市野生野鸟协会，还有这个许多的公民团体，大家保育团体一起努力。另外，农业局表示，因为气候在变化，黑面腊龟正高为着肉毒杆菌来破病，甚至死亡。民众若发现有黑面腊龟无法度飞，也是趴伫涂骹爬袂起来，就赶紧通报相关单位做伙保育黑面腊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只有设一间七头米仔银行，就是专门咧处理人买地的囡仔耍。一年回收来就20栋遮尔济。这间银行1月日来开放一天，互家长带幼囡仔去北遐已经修理袂好的七头米仔。夜暗10点，青春咱来望这个节目，就要招观众朋友来看这间真特别的银行。远古银行物流中心，逐年拢会当回收20公吨的七头米仔。遮尔惊人的数量，大家敢知影？其实有9成拢是无法度做一般资源回收。因为政府是无法度回收这个物件的，因为伊有塑胶啊，有螺丝啊，佮有贴纸啊，就侪物件做伙，所以无法度做分类回收安尼。经过远古银行的整理，总会有无法度搁再使用的七头米仔，就伫个逐个月举办的拆七头米仔活动，互民众会当带囡仔尽量来拆。有时候像这种活动，其实对小孩子来讲，他的小肌肉发展还蛮不错的，他可以训练他的小肌肉。对，那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让小孩子去拆，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所以其实小朋友他玩得很开心。这款的活动唔但会当排解压力，嘛会当互内底零件，亲像螺丝、电线、摩打等等，会当搁再运用，互有需要的人来免费申请。阮拆掉了，有一些零件会使再利用啊。我们想过甲家己讲的是，你在买玩具的时阵啊，你要多想一下，多考虑一下。虽然逐年远古银行拢爱处理遮尔侪七头米仔，互资源会当好好运用，煞比袂过民众交管含单调的速度，因此嘛呼吁民众伫需要买含想要买之间，该加思考一下。记者吕尚如、陈凯文、陈凯峰，新北市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救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水，讲究解文解义的内容。咱今日要来和所有观众朋友，咱来研究七头。真侪人讲囡仔咧耍的七头米啊，这句七头伫台语内底真侪需要研究、需要斟酌的所在哦。咱大声，咱来讲这句七头甲耍有啥物无共？你讲有闲来阮遮佚佗啦，对啊。这都真平常的话嘛。不过即马原来有人会讲走纸去，有人会讲来阮遮耍啦，要耍啥？耍即个谈台语内底，都要有固定耍物件。比如讲，有人专门咧耍音乐，咧耍吉他，咧耍钢琴，也是有人专门咧耍笔。耍啥物物件爱讲出来才叫做耍。你袂使讲来阮遮耍，安尼听得真无自然。用来阮遮佚佗，安尼会使。另外讲到佚佗，民间也有一句话，你讲那来甲我契约要租厝的毋免印鉴证明，这就是讲用佚佗因仔就会使。这句佚佗因仔，咱台湾闽南语教育部所编的这本常用词的书典，原来有收，就是讲这毋是正印鉴，无经过法律证明的啦，这佚佗因仔尔啦。你讲国情啊？这头因仔即马讲一个走煞，煞会变成七头囡仔。那七头囡仔就佫无共哦。七头囡仔对啦，就普遍咱咧讲的，迄叫做七头人啦。七头人即句话，真侪人就咧讲遐有路无厝、无照起工、无真正认真咧做头路的人。另外佫有一句话讲叫做江湖人。即两项有啥无共？真侪人袂晓分呢。台语较无遮斟酌，伊听到人咧讲江湖人，走江湖伊就讲迄拍算咧佚佗，毋是哦。走江湖的人是百款哦。你讲，亲像讲做歌仔戏、做布袋戏，咱遮的乐师、咱遮的艺人，伊嘛讲咱是走江湖的江湖人，这都毋佚佗人啊！你也分哦真哦。好，若真正咧佚佗遐的人咧，因敢会讲咱家己叫做佚佗人？袂啦，人因有另外一种对家己的称呼，是啦，讲叫做兄弟人。原来就是表示讲，咱虽然毋是同爸母生，咱谈社会嘛，敢若兄弟交陪，所以咱称呼家己叫做兄弟人。
毋是佚佗人哦，毋是讲吼，你外口安尼走江湖的人，你拢一概甲讲这是佚佗人，毋是哦。颠倒因的自称家己是兄弟人。当然嘛有一寡兄弟吼，是因为讲佚佗都司机歹，原来出来加减咧卖茶，这就是社会人咧讲的，一斤500要卖你5000甚至5万的兄弟茶，这嘛有哦。过来，咱继续来关心咱台湾的风景。来讲天气变热，日头较晚落山。屏东大平湾风景管理处今嘛宣布，按3月开始，过海大桥开桥的时间对下晡4点半改做5点。另外嘛，增加暗时灯光变化演出的期间，尤其暗时这款光雕秀对拜一到礼拜，逐日拢有设计无同的设定，种种用心，就是要游客来遮行搭，不时拢有真正技巧的体会。屏东大平湾这座航海大桥为中横开开，这游客围咧边仔欣赏。这是规台湾唯一一座会使拍开的桥，主体是设计予大型的游船出入大平湾的时使用。即马目前这是观光的景点。3月开始，休困日的尾暗仔5点开桥。因为时序现在已经渐渐迈入春夏，那白天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在3到9月份，我们的开桥时间大概就改为下午5点钟，原来10到2月份，就是原来下午的4点半。欣赏大平湾的风景有济方式，下晡会使骑脚踏车驶大平湾一日16公里，黄昏时看开桥，暗时还有光雕照大桥，光雕为拜一到礼拜，逐日拢有无同款的光影是最变化。那现在的光雕秀大概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之间，那每个整点都有不同的光雕秀，大概5分钟的展演。那每天因为这个跨海大桥的光雕，它是1天1颜色，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大概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大平湾有海花的自然景致，也有别位看无的开桥景观，游客行脚到，日时暗暝拢有无同款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嘉义中坑病院中医科的教授，按台湾的发假题内底，抽出一款会当控制病毒生团的成分。这份研究的成果也一定刊伫咧一本国际真重要的医学病毒杂志顶头。当然，这个教授嘛讲，研究还搁伫咧进行当中，民众都要保持卫生上界要紧，唔当干那要靠啉茶来对抗病毒哦。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全球继续咧发生，病院除了加强防疫的检查以外，医疗研究团队嘛一直咧拍拼，希望会当找到对抗疫情的方法。嘉义中间病院中医科的研究团队，就伫咧台湾本土的地米内底，找到会当压制病毒诞生的成分。RNA 依赖性聚合酶这个东西呢，刚好也是对的矽尾，攻击同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物质刚好也可以对这个酶有作用，很有可能可以这个物质可以结合在这个酶上，进而抑制新冠病毒的一个增殖啊。研究团队伫咧80多种的材料内底，体检出对抗病毒的物质。吴清源表示，伊是17年前因为 SARS 防隔离的医生之一，所以了后伊就一直咧研究这个相关的病毒的结果，才会当伫发酵的地米内底找到控制病毒生长的物质。就是会看到东西，就会想要看要怎么去做，然后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思考去做，然后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对疫情有帮助的东西出来。在网络上FB 还有一些茶农朋友在跟我们说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常年喝茶的话，我觉得好像感冒也比较稍微比平常人的几率好像比较偏少一些这样子。这项研究的成果已经刊伫咧国际医学杂志。不过，研究团队表示，目前的成果是用电脑算出来的，实际爱偌济剂量才会当有效，还阁爱做实验。这敢若是一个开始，希望未来对疫情的控制会当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农业石头真欠卡手。宜兰大溪遮道2个种木果柑的老王公婆啊，但还有上万斤的木果柑还未收。大溪乡的张永地乡长，他就决定要倒买500斤，送互庄内伫咧照顾时代日间照顾站，或者时代当作食饭后的水果。老农民拍拼在采收长大出的木果柑，农业人口老化，加上脚手无够，朱永志因2个翁仔某，敢若会使家己挽，只需上万斤的木果柑，差一点仔销袂出去。恐惊会血本无归，加再有好心人来斗帮赞。公所这边都来甲
订购吼500斤的这个木果柑啊吼，要来分送给咱大家乡吼，这饮水日收站的中价吼中辈，要来分送给大家来食吼。乡长张永德听到在地老农民拄到这款困境，了解情形了后，全决定采购500台斤的木果柑，送予分水日托站的时代和志工，做饭后水果食。乡长阁邀请乡公所的员工和民众同齐来试食木果柑。我目前食无止。有啲。我听我食，听有影，成足地。哦，就嚟哦，非常的清甜。哦，赞。大家试食了，拢学了这木果柑清甜、气味好、汁阁济。乡长嘛讲，希望社会大众会使同齐响应，买果子唔拿得买着时，即阵阁通帮助农民顺续做好代。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相款，咱同齐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北部24度到29度，中部25度到30度，南部26度到31度，东部24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